今日會幫大家占卜測對方中唔中意你，你哋可以揀選 A、B 或 C。嗱，咁 B 嘅朋友咧，咁你哋咧一開頭啦就係揀淚水解啦。咁淚水解嘅意思咧，講感情嚟講，過往嘅問題係解決咗啊。咁當然啦，呢一個亦都可以講係分手嘅意思啦。不過我見到啊，因為中間嗰個咧就係現在或者即將會發生嘅事啦。咁就係呢一個嘅地水師啊，地水師咧喺感情嚟講亦都唔係咁好，代表性格不合，同埋兩個都係企得非常之硬啊！喺感情上面，大家都唔讓對方，亦都係講溝通不良啊。不過起碼有溝通先，係啦。不過就要注意啦，即係可能溫柔少少，唔好咁硬淨，多啲了解同溝通。因為見到結果個牌係非常之好嘅，因為雷火風亦都係代表豐收啦。喺感情上面嚟講，就係代表有喜慶嘢啊，同埋如果你同另外一半已經分咗手啦，因為咧雷水解咧，亦都係講分手啊或者問題解決嘅，咁你哋嚟緊好容易會復合喎。嗱，由於呢一個係一個大眾嘅占卜，會摻雜咗好多唔同人嘅能量啦，所以如果你哋想針對性了解自己嘅問題，可以私信俾我，然後進行呢一個1對1占卜嘅。另外啦，就係3月份我哋就會開呢一個易經塔羅占卜班噶啦，而家開始已經招生，所以如果你哋有興趣想了解更加多，又或者你自己都想成為占卜師嘅話咧，你哋可以即時馬上聯絡我噶。